府喜剧，好南仙拄着过几啊仙，由陈景洪编作，金图欧云良、韦亚才、岳慧、白英等担任冠音。气死人！阮来讲话啊，大声细声音，甜蜜红布啊，冷淡变无情，不明不白啊，因何有心叛面？的确是交着心爱人。我第名，你实足可行的啦，对我半死都无感情，每日拢去花天酒地找爱人，放我玉香啊孤单伫咧酒空房。早前你都无遐尼爱风骚，自今年来，你在那伫咧去外国啦？哦，什么人啦？伫咧怨叹无用啦？有人伫无啦？就甲你讲，当咧怨叹无用，你是无听心啦？怨叹还你怨叹，啊！你叫我来，我唔就来。哦，原来就是好先生你来哦！哒，紧坐啦，真坐啦。多谢。哎呦，外国叔啊。喂。啊！你去阮兜叫啊，是要创哪去啊？都什么哈？有代志啦。哦。有代志要拜托你啦。看什么贵事要叫我替你拜解？哎呦，好难仙的啊！讲起来都话头长哦。若要讲哦，嘴话开，心肝就大生酸，唔是别项，就是阮迄个胖肚啊，底面迄个外国的无哈，近来真变款，拢走去风骚，找查某伫咧佚佗。早前伊若倒转来，唔是甲我抱起来摇，就是甲我亲，你知影？对我是足好足真心。现在一时哦，才来变心，对我足冷情，袂输去食着查某人的白粉汤，所以我足唔惯。哎呦我唔愿恁翁，你才拍我拄笑哦。是的啦，都雄雄气起来，才甲你拍落去的啦。真是的吼。就是为着恁翁去外国，你唔愿。是哦。才要叫我甲你想办法，通好恁翁回心转意就对啦。对啦。甲这无问题。那我好难水啊吼，若要互恁翁回心转意啊，是好亲像倒顶伫咧泥间，足简单，唔免烦恼。啊，对啦，你要互阮翁会当回心转意，亲像倒顶伫咧泥间。哎呦，好难水啊，想影也无影。三八啦，拜哥主啊。那我吼，搁较大，搁较为难的代志，就要替人排解啊。是看甲恁翁要互回心转意，那即个小可代志。好先生啊，你讲的话无一定是真有把握的款，不过同人拢讲好难水啊，你吼是一个好难仙的，啊讲话拢有虚无实，也现念着巧句的，你嘛讲有法度，通互伊滴。哈，真冤枉！明明我是靠实力，甲靠我的才能，若互我排解的代志10摆9摆成。可惜，这的确是怨大的人啊，专工要来迫害我，来伫咧甲我中伤，互我无信用。外国主啊，人讲的话你就唔通听，做你信赖我，绝对唔免惊。哦，好，也无我信用你啦。总是你过去有做过什么代志，你有发挥过什么款的才能，你嘛讲一个，互我通我知情。会用的。旧年过壁庄，阮三亲婆仔有一个新妇，伊的名号做范哥哥的。伊饲一只猪母，为着小猪哥煞来破病，倒咧刀条来直聊聊，不但是唔吃，佫也唔行路，请兽医来家注射，又无法度，四肢刀骹是冷叽叽，强要规阴死，以后才叫我去，我知影，你知影？你知影，哈？互我安尼喊一声吼，
迄只收尸边的猪母，就安尼爬起来锁。哎哟，安尼你唔拄过？乱讲！什么我猪哥？呀，你若敢唔是拄过，猪母气着你，怎样变会随时好？哈哈，你也煞唔知影讲我有好秘诀。秘诀？啊那呢？你有遐敖？也唔食饭的猪母，互你看一声随时变好，会起来行。哦，会惊，是讲这款亲像神话的代志，敢有影啊？是怎样无影？伊姓何，名号做方哥哥，摇姓搁摇名，若唔相信，你该探听。那这款的吼，还搁小可代志。哈，我做过神话以外，还搁有啊！啊，无搁讲来做参考讲。好。东湖庄豆菜所的因囝，话古，生做少尾，迄头食到20外，身长只有才3尺2寸半。哦，有够位。哈，迄个真歹看。虽然有钱，搁娶无某啦。啊，话古的钱一直拢面前顾。因老母看到目屎流，搁真艰苦。这款边食药搁无采工，就爱话古叫一世人。啊，以后才请我去。啊，请你去，敢有法度？我无法度，什么人才有法度？我一个去吼，马上用一粒迄落秘诀的药丸掺死人头。啊，死人头？也无啊，好难生的啊！哎哟，你秘诀的药丸用死人头，你是要害死人哟？唔是死人头啦，谁甲你讲死人头？是刺行头啦，你唔通听唔对？夭寿啊！啊，刺行头你唔讲刺行头，什么你讲死人头，害我惊一个。哈，迄漳州甲泉州的关系啦，无要紧啦。你唔免惊。啊，搁煞落。那我的秘诀的药丸哦，食落，啊伊就安尼经过2天了后，话古就安尼一日一直大行起来。哦。大到变5尺6寸半，拄好悬，搁拄好大，搁足好看，遐好看。安尼啊，要是有影也无，搁讲安尼先哈。300啦，我唔是亲像别人迄落好难先呢。无影的代志，讲乌白乱弹，才来互人伫咧配喙烂。那甲照你安尼先讲，你讲的话吼，就实在咯。实在咯，哪有这样假？哎哟，好先生啊！那照你拄则讲的境界，实在是有够啦。你袂输圆山迄只狗哦。啊，啥呀？哈，你甲我批论做狗哦？我怎敢讲狗哟？啊，太好啊咯！我身躯也无法问，我嘛无红尻川，我敢有亲像狗？是的啦，啊，无意中讲伤紧的啦，煞将这狗啊，甲你批论讲做狗去啦，实在是咧甲你学落的呢。是安尼哦。若讲你真有办法就对啦。没影啦，是你甲我学落，我是讲其中的1、2项，互你伫咧做参考。你若爱搁听，还搁有，我搁再讲起来，互你做参考。好，那安尼吼，我就知影讲你的实力到倒位啊，你一定有办法，通好互阮翁回心转意啦，吼。外高手啊，咱条件先来讲一个较明白的，较要紧。这免烦恼，若是我的家伙是敢若东斗，有几千万的报酬的代志啊，一定会当互你满足。我预算讲前写3万，也若后写7万互你，安尼唔知会较少袂吼？前，要无你是要前写人哈？无啦，唔是讲前写3万，后写7万哦。哎哟，袂，我真满足。好，我决定替你排解，3日内包你好势。也是讲好先生啊。呀，阮姊夫吼，伊有替我找一个啦，讲亲像你这一款啦，啊，真有办法的人，我是有需要我先见一个面的吼，问伊看什么款，啊，你的代志，要无咱明仔载再来决定你想啥款，哈？是安尼哦。哈，好，无关系，我相信要办这款代志，唔是伫咧食豆腐呢。除非我。别人啊，一定无这款的才能，通好来甲我竞争。你敢要见迄款三宝叫小的人也好，也无我明仔载再过来，再见。我是的哈，哎，不要，生惊哈。